高雄有一寡路段有足侪超商甲店头，也毋过互人下货的空间煞足少。即马货车为着要来下货，定定拢会违规，也会增加过路人的交通问题。所以民代阁来发现讲，其实这政府对遮下货的车价拢无详细的规范。交通部就回应讲，会伫3个月内赶紧定出来。 货车停伫路口挖角拍顶开始下货，台湾真侪店家拢开伫挖角，即个所在嘛无法度为装下货停车价，装下货车价少，造成货车违规临停的状况常常发生。司机家己嘛真无奈，因为工课还是爱做，若风开发，但会使偏呀懵的。要卸货的话不方便啊，像我来公司卸货的话不方便啊。如果多一点的话，像商家卸货比较方便啊。多一点的话，变成其他的。 车主就没有办法，一般车主就没有办法停了，也是一样的道理啦。车价少，互司机作业困难，但高雄民代接到定情，民众想要申请装下货车价，煞互交通局以内规一条路段使设一个车价拒绝。但是这到红山运行路顶路段，短50公尺都有2个以上的车价，嘛显出高雄伫申请上并无明确的规定。6都的装卸货的规定都不太一样，那高雄甚至是没有相关规范的，所以我希望交通局可以补齐这个漏洞。交通局会再邀请物流业者跟用户人大家来讨论，来订定我们本市一个装卸货。 停车格的一个划设原则。交通局表示，过去因为路段有限，烦恼影响其他停车需求，所以若路段已经有装下货车价，就袂阁增加。而且业务单位做检讨，希望伫3个月内定出符合需求的作业规范。记者陈焕武、柯建准高雄报道。